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哋又見面啦。今日要同大家拆解嘅係一個令全城譁然、充滿豪門恩怨同命理玄機嘅話題，就係四哥謝賢離世之後，謝家嗰份大細超遺囑背後，到底隱藏咗幾多謝家男人唔敢講嘅秘密？點解謝婷婷明明喺2026年四哥離世嗰陣，第一時間由加拿大趕返香港送老豆最後一程，甚至喺靈堂入面喊到對眼腫晒，但最後嗰份遺產清單曝光，佢攞到嘅竟然仲少過兩個侄仔 Lucas 同 Quintus， 甚至連三仔 Marcus 嘅後路都好似穩陣過佢。呢種人在現場分位全無嘅豪門落差，背後到底隱藏咗幾多謝家男人唔敢講嘅秘密？16歲嘅 Lucas， 成個謝賢接班人咁企喺度，40幾歲嘅謝婷婷企喺側邊，點解面相上睇落去，佢哋竟然完全唔似一屋企人，反而似係路過嘅親戚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由面相入面揾答案，拆解謝婷婷塊面嗰種孤傲格，點解注定佢喺謝家係一個有名無實嘅千金，而四哥最後嗰份大細超遺囑，其實係想斷咗佢返謝家爭名逐利嘅念頭。如果你都想知點樣透過面相睇出仔女係咪外向格，或者想學識點樣佈局，令屋企嘅是非唔好燒到下一代，記得即刻訂閱我個頻道，再撳埋嗰個小鈴鐺。我哋每日都會用最地道嘅玄學視角，幫你拆解呢啲豪門恩怨背後嘅命理真機。慢咗一步，你就真係會睇漏呢啲改運天機。先講返2026年7月嗰場轟動全城嘅喪禮。四哥謝賢喺7月16號因為肺炎引致器官衰竭，喺養和醫院安詳離世，享年89歲。呢位縱橫影壇超過半世紀嘅傳奇人物，生前風流瀟灑，身後事亦都吩咐要一切從簡，唔設靈堂，唔舉殯，唔搞公祭，遺體直接送去火化。所以7月20號清晨，粉嶺和合石火葬場只有寥寥幾人送別前妻狄波拉獨子謝霆鋒，同埋專程由加拿大撲返嚟嘅謝婷婷。當日婷婷着住一身黑色素服，戴住黑超，全程低頭唔出聲，雙手緊握喺身前，身形比幾年前消瘦咗唔少。雖然佢盡咗做女嘅本分，由溫哥華飛大半個地球趕返嚟，但如果你細心留意佢嘅舉止同神態，你會發現佢同謝霆鋒、謝賢嗰種火旺嘅氣場已經完全脫節。霆鋒企喺靈前，腰板挺直，眼神堅定，不時同工作人員溝通細節，表現出謝家話事人嘅風範。而婷婷就始終微微側身，好似隨時準備離開咁樣，同在場每個人保持住一種無形嘅距離。呢種肢體語言正正反映出佢嘅面相特徵所預示嘅命運軌跡。我哋詳細拆解謝婷婷嘅面相。婷婷遺傳咗謝賢嘅硬朗輪廓，下頜角明顯，臉型偏方偏長，眼型細長，眼距略寬，呢啲都係謝家嘅標記。但隨住年紀增長，特別係踏入40歲之後，佢嘅顴骨變得更加突兀、高聳而外擴，顴柄向兩邊延伸。呢種傷喺商學上叫做顴骨橫張，代表一個人性格剛強、有主見、唔從意、受人束縛，而且事業心重，但同時亦容易同身邊人產生摩擦，尤其係家族成員之間嘅權力角力。更關鍵嘅係佢嘅法令紋，即係鼻翼兩邊嗰兩條深深嘅紋路生得極之深且長，向下延伸超過嘴角，甚至連接到下巴。呢種法令紋喺女命入面，傳統相書稱之為騰蛇入口嘅前兆。雖然未到真正入口咁嚴重，但已經顯示佢同屋企嘅緣分會越嚟越薄。
人生後半段傾向孤獨同遠行，綜合顴骨同法令紋嘅形態。呢種相叫做客居異鄉隔，顧名思義就係一個人嘅歸宿，唔喺原生家庭，而喺遠方異地。謝霆霆雖然返咗香港送老豆，但佢個心，佢氣場一早已經喺加拿大定居咗。你睇佢企喺霆鋒隔離，兩個人雖然係親兄妹，但感覺上完全唔似一屋企人，反而似係路過嘅親戚，甚至連親戚都不如，好似係兩個世界嘅人。呢種客居隔嘅人，通常會喺30歲後逐漸遠離故鄉，而且越走越遠，返到屋企反而會覺得唔自在，好似自己係外人一樣。再講謝霆霆個鼻梁，雙學有云，被為面霜之良主，主一生之財運如夫運。霆霆個鼻梁雖然高挺，但仔細睇會發現鼻梁骨唔係平滑一條，而係喺山根同連上之間有微微凸起嘅骨節，呢種叫做鼻梁起節或鼻梁有節。男命鼻梁起節代表性格剛毅有魄力，但女命鼻梁起節就極之不利。婚姻同家族和諧，代表性格過於固執硬頸，唔容易同人妥協，而且對伴侶同家人嘅要求好高。一旦對方達唔到標準，就會產生強烈嘅不滿情緒。謝家男人已經夠硬頸，謝賢瀟灑不羈咗成世人，謝霆鋒嘅倔強全港皆知。如果謝霆霆再留喺謝家權力中心，成家人只會日日開大戰，火星撞地球。事實上，霆霆同屋企人嘅關係一直若即若離。佢年輕時喺香港娛樂圈發展過一段時間，但始終未能大紅大紫，之後毅然遠走加拿大，自此定居彼邦，仲未婚生女，生父身份成謎。呢啲都係鼻梁起節嘅命理寫照。佢從而自己話事，唔願意俾人管束，更加唔願意融入一個傳統嘅大家族框架入面。四哥係老江湖喎，縱橫娛圈幾十年，閱人無數。佢當然睇得出呢個女嘅面上性格，所以佢知道霆霆嘅世界喺外國，唔喺謝家。雖然佢見到個女返嚟送自己最後一程，個心係安慰嘅，但作為一個父親，佢更深知強留一個客居隔嘅女喺身邊只會令雙方都痛苦。跟住講四哥份遺囑，根據多家港媒同埋接近謝家嘅知情人士透露，四哥名下資產總值估計超過1億港元，涵蓋淺水灣豪宅、溫哥華物業、股票投資、影視版權同埋大量珠寶收藏。佢嘅遺囑安排非常清晰，據講係由律師樓草擬，四哥生前親自確認。最主要嘅安排係將90%嘅資產設立一個家族信託基金，受益人係謝霆鋒同前妻張柏芝所生嘅2名孫子 Lucas 謝振軒同 Quintus 謝振南。呢個信託基金由張柏芝代為管理，直至2個孫仔年滿25歲為止，資金嚴格限制，用於教育、醫療同基本生活開支。而且遺囑仲附帶多項約束條款，包括若張柏芝改嫁就會自動失去代管資格，同時佢必須每月帶同2個孫仔仔前往四哥墓地祭掃，以為係謝家嘅血脈傳承。至於剩下嘅50%之資產，就由謝霆鋒同謝霆霆平分，即係每人獲得總遺產嘅5左右。傳聞謝霆鋒分到淺水灣物業嘅業權，而謝霆霆則主有獲得一批珠寶首飾同少量現金，以總值1億計，霆霆最終分到嘅大約只有500萬港元。相反，2個孫仔嘅信託基金加起嚟超過9000萬，而且隨住時間增值，將來可能過億。呢個懸殊比例一出，外界實時譁然。有人話四哥重男輕女，有人話佢偏心孫仔，但如果你從玄學角度去睇，呢個決定背後隱藏住極深嘅智慧。
點解四哥要咁分？官方講法當然係謝霆鋒同謝婷婷各自事業有成，無需額外照顧，反而孫仔仍在成長階段，更需要保障。但呢個只係門面說話，真正嘅命理原因係謝婷婷個面上帶住散財同孤軍嘅基因。咩叫散財？就係一個人即便有錢都留唔住，手唔穩，錢財來得快去得也快。謝婷婷嘅鼻梁起節代表佢理財觀念比較書性，唔擅長規劃長遠，而且佢嘅顴骨橫張顯示佢從意自主投資同冒險，容易因為一時衝動而作出錯誤嘅財務決定。再加上佢嘅客居異鄉格，注定佢嘅生活重心喺加拿大，一個完全唔同嘅文化環境，一個完全唔同嘅消費模式，甚至連稅務制度都同香港南轅北轍。如果四哥留一大筆錢俾佢，表面睇係好，但實際上呢筆錢可能會引嚟更多是非、更多爭端，甚至會令佢成為其他有心人嘅目標。相反，留一筆乾淨嘅細錢，足夠佢安頓生活，但又唔會引嚟貪婪嘅目光。呢種少即是多嘅玄學智慧，正正係呢四哥對婷婷最後嘅體貼。四哥知道婷婷嘅命格唔適合大富大貴，只適合安穩平淡，所以佢用遺產分配嚟人為咁拉遠謝婷婷同謝家嘅距離，等佢可以喺加拿大過佢想過嘅生活，唔使再被謝家嘅是非纏身。呢個做法表面上係大細超，實際上係一種消業，幫婷婷消除因為遺產而可能招致嘅業障，等佢唔使捲入豪門嘅權力鬥爭，可以全身而退。再睇返喪禮上面嗰一幕，16歲嘅 Lucas 企喺最當眼嘅位置，身穿黑色西裝，身形高大，輪廓分明，眼神堅定，完全係謝賢年輕時嘅翻版。佢企得筆直，雙手垂放，神情肅穆，不時向來賓點頭致意，表現出超越年齡嘅成熟穩重。呢個畫面令在場所有傳媒都忍唔住影低，因為 Lucas 實在太似四哥，連嗰種不露自威嘅氣場都一模一樣。而40幾歲嘅謝婷婷就企喺側邊，微微垂頭，雙手交疊喺身前，身體語言充滿防備同疏離。兩人企埋一齊，你會有種強烈嘅感覺，佢哋完全唔似一屋企人，反而似係路過嘅親戚，甚至連親戚都講唔上，好似一個係主人，一個係賓客。點解會咁好簡單？因為 Lucas 繼承咗謝家嘅火，而婷婷注定要行佢嘅水。謝家男人嘅氣場係火旺，謝賢係丙火命，瀟灑熱情；謝霆鋒係丁火命，剛烈內斂。Lucas 作為長孫，八字入面火氣旺盛，自然承接咗呢股火勢。但謝婷婷嘅命格偏寒，八字水重，面上亦都係水冷、清冷、疏離，有距離感，水火不容。呢個唔係性格問題，而係命理上嘅必然，就好似油同水永遠溝唔埋一樣。四哥臨終前 ，Lucas 同 Quintus 係由張柏芝親自協調，專程由新加坡返港探望爺爺。兩個孫仔喺病床前同四哥講咗好多嘢。四哥當時已經好虛弱，但依然眼泛淚光，緊緊握住兩個孫仔嘅手。呢一幕證明咗四哥內心最牽掛嘅就係謝家嘅血脈傳承，而 Lucas 同 Quintus 就係佢眼中謝家嘅未來，所以佢將10%遺產留俾兩個孫仔，唔單止係因為錫孫，更加係因為佢知道謝家嘅根要由呢兩個孫仔守住，謝家嘅名要由 Lucas 承傳落去。至於謝婷婷呢，佢係唯一一個可以喺呢場豪門紛爭入面全身而退嘅人。雖然錢分得少，但佢拎到嘅係四哥嘅情，父女之間嗰份深厚嘅感情。2026年8月10號，即係四哥嘅90歲冥壽。當日謝婷婷喺社交平台一口氣連發10幾張跨年代父女合照，
由佢童年時俾爸爸牽住小手散步，到青春期一齊去沙灘潛水，再到成年後帶住 Sarah 返港同公公三代同堂，每一張相都充滿回憶同溫度。佢仲寫咗一段長文話：爸爸，你永遠係我最靚仔嘅。四哥，多謝你教曉我點樣瀟灑做人，我會好好照顧 Sarah 同 Brooklyn， 你安心上路。呢啲相片同文字記錄嘅正係錢買唔到嘅嘢，親情。婷婷雖然冇分到大筆遺產，但佢得到嘅係四哥生前最後幾年頻繁嘅視像通話，係四哥每個月寄去加拿大嘅手寫信，係四哥特登為 Sarah 同 Brooklyn 準備嘅兒童繪本同玩具，呢啲情遠比金錢珍貴。講到呢度，一定要提謝婷婷個女 Sarah 今年7歲大，係婷婷喺加拿大未婚所生，生父身份至今成謎。婷婷從未公開過對方嘅任何資料。今次四哥離世，婷婷都有帶埋 Sarah 返香港，但全程保護到密不透風，出入都戴住口罩同太陽帽，刻意避開傳媒鏡頭。從僅有嘅幾張偷拍相片可以見到 Sarah 嘅面相明顯比阿媽圓潤，面珠墩有肉，下巴飽滿，耳珠口大。呢種喺商學上叫做食傷生財嘅格局。咩叫食傷生財？即係八字入面食神傷官旺，而且能夠生到財星，代表呢個女仔將來會好有才華，聰明伶俐，藝術感強，甚至有機會喺演藝、設計或者音樂界大放異彩。而且 Sarah 嘅鼻梁雖然未完全發育，但已經睇得出係直而挺，冇阿媽嗰種起折嘅問題。呢個係一個好嘅徵兆，代表佢將來嘅人際關係同婚姻運會比婷婷順利得多。但問題係，點解謝婷婷一送完老豆就即刻返加拿大？事實上，喪禮過後唔夠1個星期，即係8月初，婷婷已經被媒體影到現身香港機場，帶住2個細路，低調飛返溫哥華。之後佢喺社交平台分享嘅短片亦都顯示，佢已經回復到加拿大嘅日常，帶細仔 Brooklyn 到草地上嬉戲，同當地朋友聚會，去超市買餸。點解佢咁急住走？因為佢驚2026年係丙午火馬年，天干丙火，地支午火，火氣極盛，代表是非爭執同衝突會特別激烈。謝家因為四哥離世，遺產分配嘅爭議一定會被傳媒大肆炒作，而且謝家向來係狗仔隊嘅焦點。婷婷如果留喺香港，佢同 Sarah 一定會被日日夜夜跟蹤，甚至會被挖出更多私隱。婷婷面相入面嗰種避世感，其實係一種對下一代嘅保護。佢唔想 Sarah 變成另一個被傳媒追殺、生父身份嘅謝家人，唔想個女好似自己當年咁，一舉一動都被放大鏡審視。Sarah 自細喺加拿大長大，講英文同法文，對香港娛樂圈一無所知。婷婷希望佢繼續保持呢種純真，唔好被謝家嘅是非污染，所以佢寧願放棄香港嘅一切，快速返去加拿大。呢個決定正係客居異鄉隔嘅人最擅長嘅自我保護機制。再講多啲關於2026年丙午火馬年對謝家嘅影響。丙午年火旺至極，對於命格屬火嘅謝霆鋒同 Lucas 嚟講，係一個機遇同挑戰並存嘅年份。謝霆鋒嘅演藝事業喺2026年迎來另一個高峰，佢嘅青島演唱會門票秒殺，而且佢接手四哥嘅電影版權生意，做得有聲有色。但火太旺亦都代表脾氣暴躁，容易得罪人，所以霆鋒喺2026年都惹咗唔少是非。例如佢同某位導演嘅罵戰就持續咗好幾個月。至於 Lucas 16歲嘅，佢開始嶄露頭角，被拍到同爸爸一齊去錄音室，似乎有入行嘅打算。呢個亦都係火旺之年嘅推動力。
但對於謝婷婷呢種水重嘅命格嚟講，丙午年嘅火氣對佢係一種克制，火旺水乾，代表佢如果留喺香港，會感到極度嘅壓抑同唔自在，身體同精神都會受到影響，所以佢選擇返加拿大，正正係避開咗呢股火煞。加拿大屬北方，北方屬水，水旺之地正係婷婷嘅用神所在，所以佢喺加拿大生活得自在舒服，面相比喺香港嗰陣更加紅潤光澤。呢個就係風水命理嘅奧妙，人一定要揾到屬於自己嘅方位，先至可以安居樂業。至於謝婷婷嘅細仔卜年，今年啱啱滿1歲，係婷婷同現任伴侶所生。呢次都有帶埋返香港，雖然卜年年紀細，但從有限嘅相片可以見到佢嘅面相繼承咗爸爸嘅西方人輪廓，眼窩深，鼻梁高，但額頭飽滿，耳珠圓潤，呢個都係好相，代表佢將來會得到父母嘅疼愛，成長環境優越。不過因為卜年嘅中西混血特徵太明顯，佢將來嘅人生軌跡肯定同謝家傳統更加疏離。呢個都係婷婷刻意嘅安排，佢想自己嘅仔女遠離謝家嘅是非圈，做一個普通嘅平凡人。所以四哥嘅遺囑入面對卜年並冇任何安排，因為四哥知道呢個外孫同謝家嘅緣分好薄，唔使特登留嘢俾佢。大家可能會問，咁謝霆鋒對呢份遺囑有咩態度？據知情人士透露，霆鋒對父親嘅安排完全尊重，佢本身已經身家豐厚，根本唔在乎嗰5副嘅遺產，佢反而最關心2個仔嘅信託、基金管理得妥唔妥當。霆鋒同張柏芝雖然離婚多年，但喺仔女嘅教育同成長問題上一直保持良好溝通。今次四哥離世，柏芝都有專程由新加坡返港協助處理後事，仲帶埋2個仔向爺爺作最後告別。霆鋒對婷婷分得少，亦都冇任何意義，因為佢深知婷婷嘅性格同生活方式，知道佢唔需要亦唔想要太多謝家嘅錢。事實上，婷婷喺加拿大嘅生活非常樸素，佢自己都有做啲小生意，經濟獨立唔靠屋企，所以呢場遺產風波並冇好似其他豪門咁樣爆發兄妹爭產嘅戲碼，因為謝家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命數，各自安好。再講狄波拉嘅角色，拉姑作為四哥前妻，但2人離婚後關係一直友好。今次四哥離世，拉姑係第一個到醫院處理後事嘅人。拉姑嘅面相圓潤飽滿，耳珠口大，係典型嘅旺夫益子格。雖然佢同四哥緣盡，但佢對謝家嘅貢獻不容忽視。佢生咗謝霆鋒呢個謝家唯一男丁，又對2個孫仔疼愛有加。拉姑對遺產分配亦都冇任何意見，因為佢自己本身都家境殷實，唔需要靠四哥嗰啲錢。拉姑最擔心嘅反而係婷婷，佢知道婷婷性格硬頸，表面瀟灑，但內心其實好脆弱。所以拉姑喺喪禮期間特登約婷婷食咗餐飯，同佢傾咗好多心事，鼓勵佢繼續堅強生活。呢份前奶奶嘅關懷令婷婷好感動，都係佢願意快速收拾心情返加拿大嘅原因之一。總結2026年嘅謝家3個核心人物行咗3條完全唔同嘅路。Lucas 接咗四哥嘅名作為長孫，佢係謝家名義上嘅繼承人，承載住謝家嘅榮耀同責任，將來好大機會入行做明星，延續謝家嘅演藝血脈。霆鋒攞咗四哥嘅戲，佢繼承咗四哥嘅演藝事業，四哥嘅瀟灑，四哥嘅倔強。四哥李世浩，霆鋒發文呼籲大家不用哭，他會覺得不夠瀟灑。呢種態度正正係四哥嘅戲嘅延續。霆鋒已經成為謝家新嘅話事人，所有謝家嘅對外事務都由佢把關，而謝婷婷就攞咗四哥嘅情，
雖然錢分得少，但佢係唯一一個可以喺呢場豪門紛爭入面全身而退嘅人。佢帶住四哥嘅情返到加拿大，繼續佢平淡而幸福嘅生活，照顧 Sarah 同 Brooklyn， 偶爾喺社交平台分享近況，活得好自在。四哥最後嗰份大細超遺囑，其實係一場精心佈局嘅防禦性遺產分配。佢知道謝婷婷喺面相上同謝家男人有黑，所以用財產分配嚟人為咁拉遠大家嘅距離，等婷婷唔使捲入謝家未來嘅權力鬥爭同是非之中。呢種做法表面上係大細超，實際上係各安天命。咁每個人都行啱自己嘅路，唔好互相牽連、互相拖累。如果四哥平均分遺產，婷婷拎到嘅錢越多，佢同謝家嘅糾纏就越深，最終只會害咗佢，害咗 Sarah。因為錢多必然引嚟更多嘅眼紅同算計，所以四哥將大部分財產留俾守得住家業嘅孫仔，將乾淨嘅錢留俾婷婷。呢個就係富不過三代嘅防禦佈局，亦都係一個父親對女兒最深沉嘅愛護。有觀眾可能會問，如果謝婷婷嘅面相注定佢係客居格，咁有冇方法可以化解？商學上當然有，例如可以透過佩戴屬水嘅飾物，多着黑色、藍色嘅衫，選擇向北方發展等等。但最重要嘅係心態，接受自己嘅命格，順勢而為，唔好強求。婷婷正正係做咗最好嘅示範，佢冇埋怨老豆偏心，冇同阿哥爭產，冇留喺香港糾纏不清，而係瀟灑咁返加拿大繼續自己嘅生活。呢種知命同順命嘅態度就係最高嘅智慧。四哥雖然分得少錢俾佢，但佢留俾婷婷嘅情同自由其實係無價之寶。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睇法，好多人都會問，點解豪門永遠都係是非之地？點解有錢人嘅家庭關係往往比窮人更加複雜？從命理角度睇，錢財本身係一種能量，能量越大，牽引力就越強。如果一個家族嘅成員命格唔同，五行相克，咁呢啲錢財就會成為爭端嘅催化劑。謝家嘅幸運在於，四哥係一個有智慧嘅老人家，佢睇透咗每個仔女嘅命理，用遺囑去平衡大家嘅命運，避免咗一場可能嘅家庭撕裂。而謝婷婷嘅孤傲格雖然令佢喺謝家嘅地位顯得有名無實，但正正因為呢種無實，佢先至可以避開所有嘅禍端，安享太平。呢個道理放諸四海而皆準。有時候輸咗身外之物，反而贏得安寧；贏咗身外之物，反而輸咗人生。好啦，今集拆解到呢度。如果你都想知點樣透過仔女面相去預測佢哋未來會唔會留喺身邊，或者想我幫你拆解邊個明星二代嘅宿命，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個頻道，再撳埋嗰個小鈴鐺。我哋每日都會用最地道嘅玄學視角，幫你拆解呢啲豪門恩怨背後嘅命理真機。慢咗一步，你就真係會睇漏呢啲改運天機。大家喺留言區話我知，如果你係謝賢，你會揀平均分俾仔女，定係將大部分留俾守得住家業嘅孫仔？我會喺留言區同大家討論下呢種富不過三代嘅防禦佈局。如果你覺得我拆解得準，記得喺下面留言打個準字，支持下我。你哋嘅每一句支持都係我繼續爆謝家深度命理秘聞嘅動力。記得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嗰啲誠意睇豪門命理嘅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